配合中央防疫甲因应北部病院感染事件，市府考量过年期间南北交通变缓，嘛为了保护病人甲住民健康，对今仔开始到228，南市32间病院加103间护理之家全面禁止探病，建议家属改用电话或者是网络视讯的方式来关怀。我们跟其他各都一样哈，像新北、像桃园不用讲了。像新北都已经暂停这个探病了，然后陪病也只能1个人。这个部分台南市也跟进来做了。那主要是因为医院算是比较，因为很多生病的人在那边哈，然后这个抵抗力又比较弱。那去探病的人有时候在这样子容易形成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你身体健康好的时候，平常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鼓励。往医院里跑了，我们都已经不鼓励去逛医院了，何况是现在是疫情期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鼓励去医院陪病看病，陪病也以1个人为限。当然，病院加护病房、甲安宁病房有特殊探望需求，经过医生专业的评估，有迫切性甲必要性，买当由病院依照个案来同意。另外，过年期间南北人潮来来往往，容易增加交叉感染。市长除了烦恼居家检疫14天的天数敢有够，嘛呼吁除了厝内人团圆，嘛尽量莫组织，严格来遵守防疫规定，才会当安心过年。台南新闻，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。